台湾茶种的量，民国70年计下真好，一直到民国90年加入被 WTO 过后，本东南亚各小嘅茶起退嘅，几多老茶企连连沙沙转型，因为改做有限农业，茶叶路边被封嘅，因为茶叶唔但抢做有限农业，还去抢有机也算国家茶嘅市场。宜兰太同乡有一只客家种老茶企玉兰沙企。也只嘅2/3係行人，因為半山排放有幾多完整又平嘅地，又登上去蒙路，幾適合來種茶。伊能對傳統嘅茶器應轉型，希望留下茶產業同文化嘅根。來看那是玉蘭茶器嘅故事。這個好，這個好，加油加油！你們要試下啊，好，先啦，一沙一沙連登來3萬種起牌。來大力一點，不要客氣。講過去。大力一點，伊袂聽啦，伊袂聽。邊條係玉蘭沙器老了嘅團體人客，起牌打好嘅溫粉透粉，這個表現溫色烤起嚟鍋嘅度，變做嘅烤起嚟起牌，大家都識得懂歡喜。那主要我們是用糯米，糯米的話是我們客家人用的，但是我們用那種棒那一種錘的方式哈，那一個是屬於原住民的，我們把它改良的一個融合，那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有機綠茶粉，去做成出來一個綠茶麻糬。那吃麻糬很平常嘛，那所以我們又把我們年輕人常在吃的巧克力脆皮的部分，就把它融進去，要不一樣的吃法。我用客家要用格原住民的方式來做菜地嘅起牌，係因為玉蘭沙器同宜蘭縣太同鄉兼蘭用海。太同鄉係一個原住民嘅鄉鎮，主要係泰雅族部落，全鄉3個有2個係原住民，不過同玉蘭沙器3個有2個係漢人，單係對台灣西部賽過去嘅2次移民。玉蘭社區呢，它是屬於一個客家社區。那早期呢，它是桃竹苗的客家人，就是像我外公啦、外婆那一代進來這邊做開墾。那這邊早期是可能種果樹啦，或是番薯啦等等之類的。那後來有做一些茶葉。玉蘭社區，就從來自我們坪林啦、苗栗啊等等我們客家族群的來到這裡。或許是因為這地理環境呢，可以適合種茶吧。那我們也知道泰雅族是不會種茶的。也係下茶，甚至農業拍，每做天一擺下茶採水季節。上面最高山的玉蘭村，一切宜蘭主要茶米產區。行年喺到民國50年代，來到玉蘭茶區上建一擔，嗰樣時太同鄉公所推廣公共操山，鼓勵種茶。同民國70年代當發展，產量千多嘅時節，種茶面積有300公頃邊呢。不過嗰樣時，咩台灣茶葉講緊清好嘅時節。我們這邊茶葉雖然有200-300公頃，可是在全省來算是算比較少的，所以說我們都大概變成各大茶區的 OEM 工廠，就是他們來買我們的茶葉，就變成他們的茶。玉蘭茶當多嘅時嘅係差唔多啲民國差唔多65年以後。該下嗬，該蔣經國該下去做行政院長，該佢就推廣過啊，台灣人愛多啉茶，啊茶對啲身體真好，啊該下茶葉就算蓬勃發展啦，啊該下你用來嚟為中國人就越來越多。唔加傾向玉蘭茶器嘅天意台，民國50年佢將3歲，就聽聽野外對新竹薑林來到太同鄉玉蘭茶器。唔過同薑林本來係種假呢，聽鄉長人講，玉蘭天氣較平陽，耐肉較皮，古所夾把先來看呢，張傑聽規劃人使到玉蘭來種假呢。來之前嗬，民國差唔多47-8年嘅時間，該下該同感嗬。該下駕駛當好，啊爸爸要談到帶到新竹嘅經理咪該親戚啦，啊係該鄰居，佢要因生來咧玉蘭咧位，啊看到咧位，咧山長嘅皮當平，又當配啊，
本单抢上中加美，没想到台湾加美也世界2度卖无价。拄好贵阳市太同乡公所推广种茶，古所5木将改种茶，种到今要超过50年。其经过的玉兰茶区对好光景到没落的发展，肯定茶叶面积渐来渐少，比用地方的天渐来渐多。有时呢，因为台湾有加入WTO， 因为 WTO 以後市場開放嘛，開放了難免就係拄到啲進口差嘅問題，進口差越嚟多，變到呢兩位嘅差吼，變到佢嘅競爭力就漸漸的下降，個過山差競爭。以前哦，這個我們這邊玉蘭茶區一眼望去都是茶，那要多少工人？工人不夠啊，大家搶啊，搶哦，要先定金，採完然後要卸梨，這個就是很困難，工人是很困難啊，因為我們家裡的成員並不多嘛。他做茶，實在我哋都做個幾年呢，做到唔係千多茶飯呢，可比用我聽我摘茶飯去省來多兩位咧，嗬，佢都來兩位定人，佢我茶網做好佢都省人呢。生理加件氣因好，千好做到人哋家都千有好做。嗰啲下吼，我哋做嘅茶吼，你係是做春茶老冬茶天天啦，冇做夏茶啦，吼兩日拍秋茶。用萬人講解下吼，你下茶，解下下油下熱，氣候嘅問題，你冇做，解下價是咪下便宜啦？古鎮文每使到玉蘭沙區嘅天二台，落屋喺度新種內灣。事實上，也係玉蘭沙區嘅行人，單都喺度民國50年邊呢，天天也係使過去嘅。我記得我細六歲家下，我把新鄉天我把一家都帶我哋過來兩鄉妹過來啦。哦，過來了會發展家下，了會啊冇屋冇天冇水，乜解咩冇。都啲那位呢？啲坐火車過來就3省呢位，3省啊行路哦，我6歲我聽見在行路來呢位，啲位險，佢下面冇屋。像呢種嘅嗬，所以呢有人摘過嘅嗬，人摘起咗嘛，啲下人呢轉型過來，他家做茶廠啦、茶餐嗬，茶餐你地方要炸金鮮，所以做呢種嘅來做嘅。係人來人自家摘嘅。係來人係摘嘅，呢種呢我自家冇做嘅嘛。玉蘭沙區頭擺轉型係到民國90年，當時茶葉面積已經存沒50公頃。而民玉蘭地區拄好到台七甲線北橫嘅路線，係愛去太平山、旗蘭、明池、冇做嘅梨山天初經過所在。當時政府當都會推動休閒農業區，玉蘭沙區做安陽成立了一隻休閒農業區，開始經營民宿、傳統一道，相應行落來。90年以後，因為玉蘭了為成立比較玉蘭休閒農業區啊，因為你面對呢個競爭嘅時間，你要漸漸去改變你嘅經營嘅方式嗬，因為你嘅生存下去，你是天來改變，冇因為被市場淘汰去啦。其實嗬，呢兩個啲11年前嗬，計下。看到呢個時機啊，嗬農業千無好，我將來做民宿，嗬慢慢發展做民宿。民宿個嗬拄頭做噶嗬，你做唔可以話要前3、4年噶千好做。當每人農會啦，嗬政府將來補助，將來聽日呢來拿呢幫忙，睇下讓慢慢發展做民宿。玉蘭社區呢，從製作茶葉開始，慢慢的轉移到一個休閒觀光產業的這個方向來。那現在呢，我想只要提到玉蘭大同鄉的玉蘭社區呢，不外乎就是茶莊民宿。那我想整個宜蘭縣這個民宿，最知名的應該還是在我們這個大同鄉的玉蘭社區。那個台茶28號跟金萱有一點類似哦。差不多的味道，都差不多呀。哦，在各自表演。那可以聞啊，再聞一下那個空杯，嘿。这5種哪一種你認為最28號是我們家賣的最好的。大眾茶主要無同樣嘅香味同口感，玉蘭茶農帶定人客，見高見認識無同樣茶味，也喺玉蘭沙區拓轉型當中遷出新的發展。
教人客让认识茶米同品茶，就係其中一項。茶叶对碰是我们推广茶叶的一个方式。我们利用了就是一张桌底里面有10杯茶哈，它利用3公克150cc 的水，那浸泡5分钟，它是一个国际比赛茶的一个冲泡方式。好，那先让你认识金萱茶、乌龙茶、翠玉茶、绿茶、新品种28。从我们第一代开始我爸他们做茶是比较属于批发为主，然后他们就是比较，就是说他们我爸他们以前比较不会看茶做茶，他们就只做包种茶啊，天气好也做包种茶，天气不好也做包种茶啊。到我们这边，我们就是稍微有改一下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全球喝茶最多的还是以绿茶跟红茶为主。玉兰茶器唔但将为做包种茶，也限地让做出台中较好口味。因为台湾人工成本当高，想买大家茶米，近来既无生意好做诶，也以为单单就不用太管行农法，改种有机茶。惯型茶园啊，就是有喷药的茶园，可能到后来会慢慢的式微，因为从你看越南、印尼、泰国、大陆进来的茶，我们以前的茶是一半都销往外国，现在是进口量是比我们自己产的还要多，所以说如果没有走有机这一块，可能因为有机的门槛高了。高山茶从来没有滞销的关系，因为高山茶会买得起高山茶的人都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人。那我们现在做这个有机，也是要让喜欢喝有机茶的人来消费这样，那就是最后这有机才是最后的一条路。种无尘衫带在下面，行业无尘式包装茶米。今年36歲林立偉，去年得到農糧署安全評鑑鐵油，今年宜蘭縣唯一得到4成認證獎的茶農，今年為到變5成認證，和特別喜的一間無塵包裝室。沒有得到5星，其實我也蠻失望的啦。可是，在經過他們長官的教導以後，才知道原來，我們的末端做得不夠好，那就是在我們最後一個焙茶精緻焙茶完畢後，我們在包裝的時候，包裝人員他的身上的毛屑，還有那個頭髮的皮屑，還有我們手的乾淨度，其實都會影響到這一個，因為茶是也算食品啦。玉蘭茶器老師幫到嘅房嘅茶葉，一搭一搭，天天嘅講到轉去。不過茶葉嘅面積唔大，人力咩行起唔拉，地方希望我要行卡到後生人。看到家的安三忙，要轉去家鄉鄉下打拼。如果我們像跟我同年齡，如果他們也可以大家家裡都有地嘛，大家如果都可以回來種茶，然後我們朝着有機的方向去做，其實我們本身就是有一些通路了嘛，我可以幫你們代收你們的茶青，價格好一點收鄰居的茶青，然後我們訂單也接得到，像現在訂單來，我還是接不到，因為我的量還是太少了。以茶的生存下去，你係茶的本業日天它會維持，因為你做休閒，但是你的本身的產業該做咩調節，你係你的緊啦。因為台灣其實桃竹苗咧桃園新竹咧，很多客家人要來了位嘛，你寄來了位看到你也講客家親切。呢啲文化冇必斷嚟去。老茶器要再個重新發展起來，唔單止愛做休閒農業，除了保留茶葉嘅根，還留下菜地文化，對休閒農業再轉型到有機耕種，玉蘭茶器嘅人看到會成功。